像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。爱甲心肝底依背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猜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亏欠，因为我知影咱真正无同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感慨，若爱情是幸福的所在，爱情是幸福的所在。你发就罚我，这件代志拢是我的唔对，甲新兰一点仔关系无。是安怎讲？其实是因为迄天我想要甲新兰表达我介意，所以我就写一张纸条啊，放入去档案夹内面，偷偷放入去新兰的办公室内面，想要予伊一个惊喜。这个啦，拢是我拖累你。后来我就找无迄个客户案啦，是我摆了个乌龙，所以请大家莫怪新兰。你讲白菜，你个档案夹根本毋是你藏的。你平常讲毋是我藏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唔通为着要替伊脱罪，捏造事实哦。唔相信你会去看啊。这张纸条顶头拢是我的字迹，敢要比对一下？董事长，真实的，我想大意。恁这对哦，恁这摆少年安尼谈下来，真正是有一套啊！混蛋！你来公司当作是啥？万一这客户书若真正拍无去，无时间搁订做一份，随时是啥要来负责啦？真实的，这拢是我唔对。我嘛有唔对，拢怪我无发现。君华，长生讲了无唔对啦。虽然讲你唔是故意的，也毋过若是犯着错误，一定爱受到处罚。美德，你去叫人事部签一个签订起来，张君华记申诫一次。那安尼，李新兰嘞？啊，即摆毋是已经证明啊，伊是无辜的啊。心兰啊，如果互你受到一摆不明不白的冤枉，真委屈你啊。无要紧，多谢董事长。君华，今日吼爱谢谢你，假使若毋是你及时出来帮我解围，我看哦，我真是3条溪仔水都洗袂清啊。也毋过嘛，因为安尼，害你去互公司寄生界，真正足歹势。拜托的，这也无啥代志啊，公道自在人心啦。搁再讲哦，这嘛毋是咱的唔对。哎，若假使真正有啥物问题，责任毋做换别间啊，对无？我真是足佩服你的呢，永远拢遮尔啊豁达。这是毋是叫做阿 Q 精神啊？嗯？我嘛唔知啊，我敢若知影讲哦，食人的头路爱较忍耐，无法度啊。也毋过我无讲哦，我糊里糊涂就入来这间公司，搁做啥物经理，假使若真正要甲我洗头路，多时啊，对无？俊华，多谢你。哦，你搁来啊？你
你要甲我说多谢，我唔着爱来甲吴秘书说多谢。哎呦，你这个人吼，常常拢是要安尼。你是毋要甲我讲，假使若毋是吴秘书从中作梗，咱两个人甲今日也无单独相处的机会。我咧想啥，你哪拢知啊？咱真正心有灵犀呢。我看规矩咱结婚好啦。哎呦，母老虎要发威喽！你是咧讲啥？哇哦，母老虎哇哦！你搁讲，哇哇哇！张君华，哇！你卖走，报道卖走啊！淑玲，淑玲，你还好吧？很好啊，安怎？无啦，我要为昨暗代志甲你下息咧。哦，唔免啦，那就下室咧。昨暗的代志，我也唔是啥黑囡仔，无要紧啊。你若真正安尼想，我就放心啊。啊对了，淑玲，我要甲你讲一件代志。电话我甲你讲的代志，你确定要听我？唔好啦，子坚，卖啦，张署长，当署长，拄则我毋是叫你去准备简报？有啊，我已经准备好啊，伫办公室，我即摆随去摕好。物件摕到未？紧摕好啊！太好了，然后这笔钱哦，迄块地就是咱磐石建设的呀。多谢你。志杰，安尼做咁好，咱是毋是应该要甲刘叔讲一下才对？袂用的，我一定要靠我家己力量，将迄块地买落来。我要用这个 case，我爸对我刮目相看。你等去啦，等去啦。哎呀，好啦，你上班啦。志杰，我要来调。我应该无记唔对啊，哪个今晚还袂来咧？陈志坚，爸，你咧等的人袂来啊啦？爸，你哪会来遮？你我哪会知影你人伫遮对毋对？你心内咧想啥，我也毋知。爸，我只是想要将这块地赶紧买落来啊！莫咧戆想，甲土地买起来。今仔毋是我对过来，你手头输人交互你的公款，早就去用骗了了。你讲迄个阿川是骗子哦？阿川甲伊牵手是专门咧骗人的啦。这个土地真正主人即摆人伫国外，阿川四过咧找你这种叛仔，加先要卖土地来骗建设公司的定金，真侪建设公司拢去骗去啊！若毋是我探听清楚，已经报警察啦。你今仔去用卖去啊，搁咧替人咧算钱啦。阿川听到风声已经落跑啊！志坚，你哪遮尔糊涂啦？爸，我错了。志坚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紧起来啦，紧起来啦！你以为志坚知影家己唔对啊？但伊嘛是为着公司好啊，你着原谅伊啦。爸，我嘛是得到消息，听讲罗氏企业要买迄块地，我唔知遐尼着急，要将迄块地签落来啊。也毋过，你哪会遮尔糊涂？我实在是对你最失望的，你知无？爸，是我唔好，我做代志想过懵懂，我辜负你对我的提拔甲栽培。好啊啦，莫讲遮啦，钱无去用骗去就好啊啦。你以为你嘛莫安尼？少年人求好心切啊，做代志咱莫较冲动一点啊。啊，你要好好啊来教，伊就袂搁再犯错啊啦。搁再讲，这几年来，若毋是志坚陪伫我的身躯边，我就只是安怎过。吼，你要原谅伊，搁有一摆机会啦。好啦，
吼。好啦好啦，志坚，家仔今仔日有恁妈妈替你求情哦，赶起来啦！紧起来啊，志坚，你爸叫你起，紧起来啦！多谢爸。做生意上重要就是袂当闯动啦，你着爱赶紧甲你这个个性改掉啦。也若无日后伫生意场，你食亏你也食袂了啦。是嘞，爸，拢是我唔好，是我一时大意，差一点啊，都互公司受到真大的损失，无愿意接受你任何的处分。拢是一家人，讲什么处不处分啊？你话对无？这件代志准拄煞啦，但是你甲我听清楚哈，要动用着公司的资金有一定的定数啦。我绝对不允准私底下所用公款的情形再发生啦。是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巴肚枵啊吼，我叫吴嫂煮一寡烧鸭恁食，吼，啊有啥物代志明仔载去公司再搁讲啦。吴嫂，吴嫂啊！志坚啊，你爱知影，这块土地对咱来讲真重要。即摆咱既然知影讲这个地主无伫台湾，你得想办法，把这个地主所有的资料调查清楚，想办法看是毋是当甲这个地主直接联络，直接甲伊讲条件。我明仔载去公司马上处理。我即摆是互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去煞，看你的表现啊！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狗仔，狗仔，歹势吼，我今日较晚爬起来，互你等足久诶。不要紧啦，会当互你困较饱的，我等搁较久，嘛是一种幸福啊。哎呦，你足肉麻呢。佮当你知知。莫甲安尼啊！姐姐，你哪走来？哦，我来这里上班啊，行。这么好，你唔惊去公司的同事看到，去互大家讲闲话哦？讲闲话，因安怎讲，我不在乎啦。敢讲我还阁看伊头面？安怎啦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无？是毋是代志无讲好势，去互刘叔发现啊？比这个我惨。爸知影我挪用公款的代志，搁较害是迄个阿川根本就毋是地主，伊是一个骗子。差一点啊，将我的公款拢骗去，害我等去，叫阮爸骂个臭头。那安尼要安怎？刘叔敢有对你做什么处罚？好佳哉，妈替我求情，要若无伊爸的个性，哪有可能遐尼简单就放我煞？也毋过，我真正心寒。我为老家做遐尼多代志，伊还阁将我当做一个外人，处处猜疑，一直咧提防我。小可代志，阁结面睭互我看。我看安尼好啊，咱阁有一点仔时间，去找一间咖啡厅坐落来，好好讲一下。恁若有啥物无爽快的代志，会用甲我讲啊。你足好诶，这个世界上唯一关心我的人就是你。所以你放心，亲像你这么有能力的人，一定有出头的一天。你看着好了，总有一天，我会有钱有势，无任何人会当对我摇摆。敢真正无问题啊？安啦，我讲无问题就是无问题啦。也毋过我想看来感觉惊惊呢。你想看觅，咱会使去超100万呢。100万！嘘，来。
经理，是你这小囝，安怎有代志什？我当然是有一笔生意要找黄经理讲啊。真是的，这件代志已经结束啊，底片嘛伫我手头啊，咱无啥好讲啊。黄经理，敢讲你唔知影，即摆底片会当扫描是无？哼，甘时囡仔困中昼，你真正唔知天地几斤重？卖废话啦！你若唔花钱吼，我就将这交予亚离报社2周刊，把你刊出来，把你身败名裂。你咧笑啥？都我救人大啊，拢是我唔好啦，拢是我唔好啦。其实我是报社派来啦，这光碟哦，你啦，秦笑娜，你搁带我去啊啦？唔是啊，大啊，你莫走啦，来好我三雄啦，你都是啊，大啊，中国人嘛，4海之内一家亲嘛哦，大啊，点啦，大啊，莫大啊，大啊，莫我来哦，什么？你多收。我跟你讲哦，100万摕来，我马上放人。啊，100万哦，我若有100万，我哪就安尼啦？无钱哦，无钱我都甲袂掉。干你啦，卖卖啦，大啊！哎呀，我嘛是想讲要创淡薄仔钱来开啊。你破坏我计划。啊，李先生啊，我拜托你啦，你一定要提钱出来救小芬啦。明仔载伫太阳落山进前吼，若无摕100万出来吼，伊就要将我的小芬甲卖掉啦。李先生啊，拜托你啦！哼，李先生，我求你，你一定要救小芬啦！混账，死好！啊，无安尼啦，你若救小芬吼，我就请人甲你做牛做马啦。哎呦，李先生，你莫阁笨啊啦，紧的啦，日头要落山，因真正会将小芬卖掉呢。天准啊！你真是想要救小芬？想啊，当然想啊，伊是我女朋友咧，我若无救，要救啥人？想要救小芬，都要听我的。捡唔到一步，伊就无得转。哦，你讲，我保证哦，一步都袂做唔对去啦。有看到迄台警察车无？你即摆过去，把迄警察的无仔摕落来，把头走2千公尺，爱记。若减走1公尺，小芬就无法度转。喂，李先生哦，我真正唔敢啦，伊是警察呢。你若无想要救小芬，就准煞。李先生，我走。哎呦，哪有人安尼讲强迫的啦？哥哥漫步，哈哈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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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爸比，哈哈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警察先生啊，你食伤饱，你拍警车创啥？这个哦 ，good。我咧问你话咧，你莫咧543啦，谁人拍警车？喂，警察先生，你看，今仔日风和日丽，万里无云呢，实在是足水的啦。咱无应该搁做事啦啦。我的手铐，休我啦！你莫走啦！莫走啦！你赶倒来！你莫走啦！想要走啊？你要信无？我互你死哦！大呀，你条命！点啦！你是拖袂停的啦？哈！大，帮我走！大！
经理哦。啊，做你安啦，我只甲吓惊一个尔啦。啊，几点钟了吼，我就放你走啦。安啦，安啦，安啦。这个臭子啦，啊，紧来报警察！啊，行，你敢行哦？起来哦！起来，你听无？你讲起来，你敢起来啦？有听无？起来啦！啊！赶紧起来！干了啊你啊你！你过来！行啊，啊你死啊！什么代志啦？你匆匆忙忙，代志大条啊，代志唔好啊啦，阿姐啊。好啦，莫急，莫急，莫急，有啥物代志都慢慢啊讲就好你。阿姐啊，啊消息传来吼，讲迄敢若接触个阿川那个传说啊，伊毋是地主呢，啊听讲骗他袂少钱，已经走啊啦。果然互我聊啊准，这两个人就是有问题啦。阿姐啊，啊是有啥物代志啦？拢总讲出来啦。我就为了要量早买土地，啊已经付因定金啊呢。阿姐啊，我嘛是为着公司好啊，我才会敢去动用公司的准备金啦。你这个无路用的卡小，无经过我的同意，你竟然敢动用准备金，你阿姐，要讲的啦，阿姐，阿姐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秋婆，当初对即摆人安怎？心脏病发作啦，早早医生甲急救，即摆无代志啊啦。安尼咱紧去办。等，袂行哩啦！医生交代吼，爱有休困，莫去甲吵啦。奇怪，当初你本来人阁好，哪会向心脏病举起来？我拄来病时，还佫有拄着长生啦。听伊讲哦，是度假村迄块土地啊，叫一个假的地主骗一寡定金去啦。啊，当处长听一个哦，志在袂了，心脏病毋知发作。哪会安尼？迄个地我甲当处长捌去看过啊，伊阁千交代万交代，爱阮对伊两个地主较细腻的，免人可能会阁摇骗去啦。这颗唔正经的啦，啊大主大意啦，甲公司的准备金哦，摕去人落定啦，唔得规拢去用关的。我看安尼啦，我坐夜车来去东部，明仔载透早地质资料看我都查得出来袂，赶紧将真正地主甲找出来再用的。要无我跟你斗阵来去。哦，唔免啦，这抓伤赶伤忝啊，伊还是留喺遮照顾当处长，等我有好消息就好啊。迄个地伫我老家附近，遐个老厝边我拢足熟的，无得靠我会用斗相共。你讲了有理啦，来，回我遮东港社去啦。当处长这边我照顾，你免烦恼啦。哦，麻烦你啊。秋婆，安尼当处长就拜托你啊。进去。好，再见。对啊，那这两个少年的吼，为着你是真拼死，啊，你家己就要较严严，身体较紧好起来。切着啊，阮要查的地就是这地，伊的土地所有权人是啥人？哦，先生啊，这就是你要爱的资料啦。这规片土地吼，所有权人有两个人，要毋过吼大部分拢是共一个所有权人，叫做邱建宇。哦，邱建宇，哎呦，伊几啊年前就移民啊嘛。哦，安尼要安怎啦？哦，小姐，邱建宇伫咧国外的地址，敢查得到？真歹势，无法度查。哇，伤脑筋。对啊，外国这么大，要找一个人足无简单的呢。不要紧，还佫有一个地主啊，看卖。刘立伟。这是阮老家迄块地呢。哪会这尔拄好？
这块地是属于环州建设董事长的，而且这块地也是你的老家呢。俊华，阮家迄块地，即马伫咧刘叔叔遐的代志，你敢袂用莫讲啊？你是搁咧烦恼，互人误会你甲潘氏的关系哦？只要这个案件继续进行，早晚会有人知影。我知影啦，要毋过我实在无想要伫咧这个时阵搁节外生枝，而且董事长的身体搁无好，看我再甲讲好无？就照你的意思啊。爸，我要甲你报告一个天大好消息。看你这么欢喜，到底是啥物好消息啊？对咱来讲是天大的好消息，要毋过对罗氏建设来讲哦，是一个天大的灾难。哦，顶一回阿川假做地主骗钱迄件代志吼，罗氏建设叫骗去啊！真是有这个代志。想袂到啦，想袂到罗青云这只老狐狸也去用骗吼。真是的呢，千真万确哦。根据我的调查吼，是罗氏建设副总罗长生吼，伊自作主张啊。今麦规业界吼，拢咧传这个笑话呢。上重要的是吼，听讲罗董去个破病啊呢。看起来这边是天公伯咧甲我斗相共啦。直接啦，我讲了无唔对吼，伫咱生理场要竞争，就是爱稳爱财啦。这个光头罗长生。伊就是上好一个失败的例，是啊，即马就是咱来争取这个投标案上好的时间啦。直接，把这块土地真正的地主查出来，改个条件，超好势。你拢来啊？董事长，你哪起来啦？袂要紧啦，我的身体哦，我家己了解啦。啊，这算起来哦，老毛病啊。啊，都我若安尼吼较忝的吼，伊就甲我罢工一下，啊，就袂要紧啦。你看，我一定会当批公文啊！你看。董事长，你看你啦，拢破病啊，搁做这些代志。超无咧。哦，伊去甲我办这个出院的手续啦。医生敢讲你会用出院？对啊，董事长，你搁加大规工休困一下啦。啊，区的敢无甲恁讲？啊，这个公司吼出遮尔大的困难的代志，啊，无我亲身来去处理，敢袂用的是？拢怪这个长生啦，唉，实在哦，甲我惹出遮尔大的麻烦。总讲一句啊，都是社会经验受浅啦。啊，你去调查迄地主的代志，调查了安怎？地主我查到啊，也毋过人伫国外。人伫国外？啊，那就较麻烦嘞。啊，有调查出来什么名无？哦，伊叫邱建宇。邱建宇，迄阮后生啦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。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哦，敢若咧看电视连续剧的，迄个邱建宇竟然是你的后生哦？啊，这个狗囡仔，我都无啥爱讲伊，拄安尼有生动作，敢若无负啦。对吼，秋伯，我以前捌听你讲，你有一个后生，自细汉就伫国外读书。我就是个狗囡仔就对咩？细汉的时，咱就个送去国外读册啦。啊，咱想讲哦，哎呀，读看等下陪我这个老的无。咱会知影讲，人伊册一个读煞，讲某娶落啊，囝生落，事业拢伫遐啦。啊，有啦，前几年啊，我有去甲伊住啦，都住袂下哩啦。啊，迄出门拢全啊堵啊，他妈的哈咯哈咯，哈袂煞啦。我毋知讲嫌废去，规气搁搬转来家己一个吼，安尼罔哭啊罔过啦。讲起来吼，每一个家庭哦，拢有每一个家庭的一本苦经啦。无啦，这嘛无啥物苦经啦，只是迄块地吼，都阮祖公啊使啦。啊，前几年我就甲过阮建友啊遐哩。啊，我较知影讲你咧找地要落去起什么度假村，我就知啊三上四上上对我遮来，这算天意啦。是啊。啊，甲互你上着吼，
你用咱摕好好利用，去起一个度假村好了。无会用的啦，这是你的祖产呢，我免遐用啊，我袂甲你摕来用啦。哎呀，什么祖产唔祖产，你算我好运，阮祖公啊较敖棒，放迄地较大地啦。哦，啊，若囥咧遐芳也无较大啦。啊，若讲吼，你落安尼好好啊利用开发落吼，会当安尼对地方有贡献哦。阮祖公啊看了目爽。小婆啊，阮兴建度假村嘛是一种商业的用途啊。你愿意提供迄块地是上好啊，也毋过嘛绝对袂互你吃亏啦。俊华讲了对啦，也毋过咱一切拢爱照规矩来哦，一定爱按照市面上哦，这个议价的程序哦，一步一步来才。秋伯，而且迄个产权持有人是恁囝的名呢。伊会咧走人喙齿咧，伊个，若无我有伊哦，啊我老的敢若直咧吼，我出声伊毋敢稀罕啦，所以这你免烦恼哦。做你去甲迄个按标落来，时到咱两个再来瞧。我毋知影甲你狮子大开口。啊，我若吞得落，迄算我福气啊！啊，我若吞袂落，就你捡着，规地拢算你。安尼我若是担袂起啦，300人讲安尼哈。土地是啥？土地是石头甲土沙粉啊，也未加伊啊啦。身体较重要啊！这老兄弟身体家己爱顾咧。真久无人甲我咧斗嘴鼓咧，爱叫呢。这个国宅 case 虽然无讲介大，也毋过是咱磐石建设伫北部要甲店名都拍起来，头一个机会。我的意见是，莫计较成本，甲做好，就算了钱嘛不要紧，你有看法？我想吼，这个 case 无大，就算我了钱，应该嘛袂了偌济。也毋过对咱公司的名声，还佫有甲政府的关系哦，应该有真大帮助。喂，刘立伟。嗨，高大律师，你开会啦？等下警察你讲。好。好，多谢你第一时间甲我讲，我知。啊？罗氏建设已经摕了东部迄块土地。真的？哪有可能？无可能啊！爸，迄块地吼。不要紧啦，家在我的手头阁有一张红牌。丽萍，我在罗氏建设。你讲对啊？唔对啊？你凭你这土地遮尔啊细地，就要甲我讲条件啊？你当当作是潘啊晓？我想罗副总，你到底是毋是潘啊？咱同行的人，大家拢真清楚的，应该无需要我特别替你背书才对啦吼。你这话是啥物意思啊？你要爱什么款的条件？也是咧当初种用的，较捌细数。其实我的条件真简单，咱双方面一人一半，做伙来合作这个 case。一半？你较早困的哦，较袂够迷茫啦。你敢若出5%的土地尔，凭啥物要甲阮分一半？安尼敢若无公平哦。老董，你条件安尼开，咱是要安怎讲落去？敢讲你认为我这个条件伤过超过？阮磐石建设手头这块土地，面积虽然无大，也毋过伊的位置是伫规块地出入口。你是咧讲啥？这块土地的四周围是足平的啦，是啥规定吼？阮定爱为恁家的门骹口过啊？副总，免着急，我豆豆讲互你听。无毋对啦，假使讲若是以地图来看，这块地确实是真平，四通八达啦。也毋过真无拄好，伫这两边哦是自然保留地，是完全禁止开发的啦。哦，当然啦。除非贵公司不介意哦，以后人摕要入去度假村的时阵哦，都要了解落我卖啦。歹势，刷落来，咱来看这边哈。
这边是一大片的一般住宅区啦，产权是足复杂的。若想要伫短短2、3年内啊，顺利摕到路权来开路，会比顶天较困难。要若阮磐石建设手头的这块地，拄啊好，伫剩下的这个位置，三权清楚，地上买，敢若一栋破厝尔。总讲一句，假使讲咱双方面来当配合，阮磐石建设非常乐意将这块地甲提供出来，做度假村的出入口。假使讲若袂当配合，真遗憾。贵公司所有的这大片土地哦，恐惊嘛是坐困愁城，望地兴叹，也袂当入去，也袂当出来。这块土地哦，会使讲是一点仔价值都拢无啦。志建伊讲了真好，但是伊减讲到一个重点啦，也就是，其实吼，我这块土地遮尔细地，也无带咧啥物钱啦，所以咱的条件也是超袂好势。加加吼，我甲这块土地等伫遐，对我来讲无啥物损失。但是老董，你无共款哦，你这块土地遮尔大地。所以到底要合作啊无？随在你的意思啦。原则上，我同意合作。而且咱为去答应这样无公平的条件。也毋过，这个工程这么大，并毋是咱双方面一句话就会当决定。咱双方面应该要考虑和周到。我看安尼啦，咱双方将这个条件、做法、佮工程的分配详细计划一下，7天后，咱双方面才搁来开会决定。我若是企业上重视的，就是真心。诚意甲互相的信任，我希望会当替社会做出的贡献，并毋是利益的分赃。我希望你会当遵守这个规则。迄是当然的喏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。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空间就是幸福的所在，是我这边客户的主题。所以这一边所有的故事，也佮有执行，拢是以幸福的所在为出发点。董事长，初步完成啊，你看一下。也佮有咱后续的计划，爱结合市场调查的分析，针对目前主力消费群的生活形态，再佮做一个详细的设计。后一边报告，我会评估咱公司甲环球建设合作的可能性，也佮有对咱公司利润的方面。我是希望伫建设甲环球提案进前，会用个备全相关的资料。空间就是幸福的所在。这是一个真好的构想，你着照安尼去做。哦，好。也毋过呢，有一个关键，伫个你要表达你的主张的进前，千万毋通忘记。就要让你的强势者有表达意见的机会。一个企业体上介重要，就是真好，敢毋是？我会记在心肝内。副总，你也知哦？是啊。董事长。后日是你的生日呢，毋知你即个生日后要安怎过啊？安怎？你如果想讲要去饭店订倒啊，晓？毋免啦，我已经甲人约好啊啦。毋过看这个老董哦，打电话来讲要参加你的生日宴会呢。你甲回一通电话，你若讲伊的好意哦，我心肝来收着啊。安尼咁好，伊的叫是
董事长你无就是我安怎？就是我无欢迎伊是。长生啊，你唔通看伊无够对呢。刘立伟唔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哦，啊，伊唔是迄个踢着铁棒就会倒地的人，你都要加甲人学一下，啊，眼光要看较远咧，知影无？我知啦。哇，张江你，哦，新来，你实在有够体贴的呢。既然我即马巴肚枵，所以煮面互我食对吧？像我们做你食啊！我就胖诶。新来，你实在有够好诶，逐工拢煮互我食哦。哎呀，好啦，100。哦，爱靠你钱哦。好啦好啦，后摆换我煮牛肉面互你食，好无？好啦好啦。紧食啦。喂。新兰，是我。志坚，叫我，你有啥物代志？我困袂去，在想你。你是咧讲啥啦？明仔载还阁上班呢，较早困呢。稍等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你稍等下吼，小玲有代志要找你。你甲讲我忝啊，我想要困啊。有啥物代志吼？明仔载去公司再讲啊。啊，你嘛较早休困咧吼。来。喂。伊甲电话切掉。知影我要甲伊讲话，搁甲电话切掉。志坚伊讲，伊足忝的，有啥物代志明仔载去公司才搁讲，为着你明仔载要搁见面啊。伊才无想要看到我，若毋是同一间公司，伊根本无想要看到我。你莫安尼想啦，你想看觅啊？咱拢遮侪年的好朋友啊，假使讲志坚无介意你，伊要哪会叫你去公司上班呢？你莫讲我白想啊啦。我真是无黑白想，我讲的是真实的，伊根本无介意我。小玲，无参糖的咖啡足苦的，足歹啉的。一厢情愿的爱情，就亲像无加糖的咖啡同款。假使讲你对志坚真是遐尔无把握，你就莫阁继续执着。这我拢知影，也毋过我做袂到。搁再讲，我甲伊已经。你甲伊是安怎？无安怎？我是讲，我感觉我家己愈聊愈深啊。我无法度控制我家己，我毋知影要安怎才好。新来，你甲我讲，我应该安怎做？我到底爱安怎做才会当抓到伊的心？你甲我教一个心来。我是要教你啥？若是靠亲弟的就好啊。就袂有这款情形啊！是的啦，我无应该讲这款话。傻瓜，爱讲实的人是我。去食面啦，拢恁去安尼。来。乖妈，你是爱我甲你饲药？进来。你哪才话走来？我想你呀。你咧？咱也未困？无啦，我都困袂去啊。你若困袂去，就陪我来兜风啊。兜风？明仔载免上班哦。啊，无偌远啊，正经正咱就当转来啊。我唔紧行哦，日头要出来啊。稍等咧啦，我门关好啦。行。我穿衬拖呢。哎呦，无人会来你看。袂用的啦，袂用的啦。行啦。富贵半步，你一定叫我陪你出来，就是因为董事长配一台新车给你哦。敢要看？看门关起来无？唔免啦，安尼足舒服的。这是倒位？我的秘密基地啊，来看看。
哇！啊！你定来遮哦？我可会记得我第一遍来遮的时阵，是我连考放榜的迄一天。迄个时阵我无考到我理想中的学校，我感觉足茫然的，唔知要安怎才好。我就家己一个人坐车坐位遮来啊，想袂到遮一个人都无，我就向天顶大声喊：哎！要试看吗？我无甲你骗哦，你敢知影？其实伫咧山内喊吼，甲对天顶喊是无共款的哦。因为伫咧山内喊吼，你会听到家己的回音；你若对天顶喊，你永远都无法度听到你家己声音的回应。你所面对的，就敢你家己一个人的。迄个时阵，我就敢若武侠小说内面写的共款哦，打通了任督二脉。轰！吼！迄时阵的娘娘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不是所有代志拢有答案。我的抉择，都敢若我家己有法度负责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我就决定重考。自从迄遍了后，我若感觉心情袂轻松，或者是要做重大的决定的时阵，我拢会走来遮。哎呦！刷落来，心情就加只快活。那安尼你今仔日拍算要讲啥哈？我看吼，我应该先来走，啊若无，我会听到你心肝内秘密。莫走，徛好，我要讲啊！等我。我爱。你要创啥啦？我巴肚枵。最好食安呢。你加食一块。想袂到你真懂得享受生活。生活是平凡的呀，要若是享受吼，咱就应该家己安排啊。是啊。你看这间餐厅，伊利用自然的景观保留了原本的建筑，希望会当营造出一种特别的气氛。对啊，你看，迄栋厝应该嘛起真久啊。而且吼，还佫有一种真特别的感觉。你敢知影？原本遮的地主吼，伊坚持袂爱改呢。搁较安怎讲，伊嘛住喺遮住几60年啊，对遮有感情啊。也毋过无法度啊，土地开发，遮四周围全部拢改建啊。迄个地主嘛是无法度啊，只好屈服伫个现实。就伫个这个时阵啊，一间世界有良心的建设公司出现啊。你敢知影啥人？是罗氏建设吗？冰雪聪明啊，答对啦。负责改建的啊，就是罗氏建设。先生小姐歹势，阮伫要打烊啦。请问这餐点要搁用无？不要紧，你先收。哦好，多谢。无法度啦，人伊遮生意伤好啊。好，多谢你哦。多谢哈。继续，我嚟讲，迄个时阵我咧读书，学校就伫遮附近，我逐工拢爱经过这个所在哩啦。我看到因要改建哦，实在有够艰苦的啦。结果想袂到，因毋但保留遮原本的风貌，还佫将遮改甲有声有色呢。就因为这个原因，我立志要入去罗氏上班。我嘛同款啊！你看，我当年误打误撞入来一间遮尔好的公司。歹势，我比你较好运。我毋但入来一个我想要工作的环境，还佫去拄着你。爸，这我有代志。拄则算这个 case 进行了有顺利无？有啥物问题无？你放心，一切拢在掌握之中，无啥物问题。安就好啦。这边家宅有姓梁领导迄块土地，对啦，我叫你甲姓梁提起，叫伊转来，你有提起无？我无可能等于磐石上班，绝对无可能。我嘛知影你袂答应啊。其实我嘛唔知影干爹是安那一定爱叫你转去磐石，伊明知影讲干妈对你，反正伊希望你无代志，甲厝的人接近。若是安尼，妈就会当豆豆接近你啊。
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伊永远拢无可能接受我。干爹遐尼希望你转去，你好啦。假使讲你真是我转去派出上班，安尼就煞煞，我无爱勉强你。也毋过，若是有闲转去厝里行行的，啊，若是干妈，你嘛知影，莫插。小伟讲了好啊，见面3分钟啊，无得卡吼。无得卡安怎？无得卡我较接转去的，伊就会接受我是无？对啊，对啊，我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若是会当安尼吼，就当恢复甲以前同款啦。无可能，无可能恢复到以前。新兰啊，你唔肯回来，是毋是表示你真恨这个家？新兰啊，是毋是啊？分啊，伊当然嘛分。阿芬啊，你还阁会记得我叫阿芬啊？我叫是讲，你会叫我如月。你是咧讲什么笑话啦？呀，若无你爱我讲啥？爱我讲，你紧去啦，伫新兰接回来，我会好好来照顾，我会好好来疼惜。你爱听就是这些。我今仔日无开来甲你冤家，我忝啊，我要去你歇份啊。刘立伟，爸妈，子健，你转来了拄啊好。恁妈妈今仔下暗想要练写话，你陪好好练，我要出去行行的。爸，刘立伟，爸，刘立伟，你要去走的！妈，这是要送我罗董的生日礼物呢。走走，问题嘛用袂着啊。罗董，你讲的是罗氏企业迄个罗董是？你老爸甲伊也无往来啊？有啦，爸即马甲罗氏建设合作，要将新兰老家那块地。新兰老家那块地安怎？无啊。你讲啊！你讲啊！你紧讲啊！妈，是安尼啦。爸暗示要甲罗氏建设合作，要将新兰老家那块地改做度假村。新兰老家那块地，跟罗氏企业到底改成度假村，啥都代重要代志我拢唔知影，我哪拢唔知影。伊是毋是超过义务无？伊是毋是惊我会去阻挡伊？伊是毋是惊我会去破坏伊的好事？无啦，唔是。伊是毋是这个意思？唔是啦。伊是毋是这个意思？唔是啦。伊哪会安尼？伊是毋是这个意思啦？你别讲我啦！唔是啦，爸无这个意思啦，妈，你莫想遐多啦。你今日哪肯出来拍球？是毋是对你跳槽有影？歹势啦，咱今日咯出来拍球倒啊，莫讲公事啦，吼。你讲莫讲公事，上惊不灵哦。假使你真是若坚持要讲爱我过你边的代志，那就歹势啊。吴经理，你拒绝我袂要紧，也毋过我是光代表你。啥物件？你先提去，有若拍煞再等你。你看，老李伟私底下用公司的资金去上海投资房地产。这我毋捌听过，阮头家讲过。我看你毋知影代志还阁真多。
这份物件顶悬哪有转咧用啊？这份嘛有，这份嘛有，哪有拢有转咧用啊？这个代志你敢拢知影？迄影是毋是你转的？我都无咧讲过我会转去因啊，啥物人会去摕家己的前途咧滚双笑啊？这代志我拢唔知影。你拢唔知影？啊是安那？这个文件顶悬拢有转咧用啊？武雄啊，你家己就爱较细个，唔通阁遮尔啊相信老李伟啊！到时阵恁公司的董事会若是要查起来吼，爱负责任的毋是老李伟，是你呢。醒来，哪会遮尔啊紧就出门？哪无等我去接你上班？我要哪用个逐工踮咧厝诶，等你来接我？我毋是讲我要独立，假使讲我连上下班拢爱人来接我，安尼是要怎独立哈？今日是拜六，下班了后，你敢有闲？你敢袂用个陪我去洗吧？是，我是李博山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醒来。你等下食等我一下，我明仔摕喺车顶啊。哦，要毋过你会较紧呢，我足热的。无问题。喂，是，我是李博山。是啊，唔记你，是我有你。哪日我等你去找你。再见。你是咧看啥看星星？我拄仔听到一个人咧讲阮弟弟的名李博山。恁小弟毋是人伫日本？是啊，伊人伫日本。应该是我听唔到啦。还未买完呢，继续啊，行。会用个食饭啊哦。哎呦，歹势啦！我咧臭汗咧，规桌拢伊一个人办的呢。哦，这拢唔免食，这敢若片就饱啦。袂出个老爷咧，我来较早个你用片的。来啦，尽量啦，尽量啦，哦，尽量啦。你看这青菜都青脆辣呢啦。哎，好呀，你我来，哎，咁嘛好食，好，哎，秋婆，你菜眼伤济，拢满出来啊啦。哎呦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伊是惊我腹肚枵啦。好安尼甲我硬个规碗甜满满，这无法度，从古早就是安尼啦。对啦，向拢煞袂记讲哦，
阮落尾即阵是党的头家，你就惊你去咬着，我你硬啊袂输，敢若咧破马山哩。哎，即摆是咧破刀哟。我看恁两个人的交情吼，恁两个一定有一段很不寻常的过去，对不？啥物才一段哦，好几段哦。我会当交到恁客伯啊这款的知己的好朋友吼，真正，我这个一生我实在是感觉吼，唉，福气啦。福气我有要转大费，你先甲我糟蹋了啦。哎，甲这个手巾接受者。各位啊，祝你吼年年有今日，啊岁岁有金雕，啊金雕有酒就金雕醉，啊金雕若无醉就上老贵。当处长生日快乐！祝董事长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多谢。罗董事长讲的无毋对，真侪人伫咧事业上拍拼，一心想要向前冲，也毋过煞无重视亲情甲友情。等伊成功了后，发现讲除了钱以外，家己啥物拢无啊。亲爱，我对你一片的真情，你袂放袂记啊。是的啦，我即摆无法度面对，是我家己的心情。给我一点仔时间好无？不要紧，其实我早就决定啊，不管需要偌侪时间，我拢愿意等。只是讲，你要答应我，莫多撇感情，爱老实面对家己。我答应你，伫我清楚了解我家己的时阵，我一定马上甲你讲。今仔日实在是足欢喜的啦！欢喜着。哎，你莫甲我扶啦！无要紧啦，我甲你扶一下样紧，无要紧啦，我扶啦吼。哎，金雕有酒，金雕醉，无醉就大闹亏。嘿啊，是啦，对啦。过。哎，你爱说你哦。过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秋婆伊啉烧酒醉啊！我来，我出来转来。好，无要紧，我出来转来。好。较细腻哦。好，我知影。好，拜拜。哎，较细腻的啦。哎呦，董事长，这里哦。进来。江华，有啥物代志？下班无代志，就先说我过来甲你看卖。我哪有啥物通好看，啊，毋是共款。对啦，拄则光山新闻看无清楚，张俊华扶的是罗董事长哦。是啊，安怎？今日是伊生日，伊竟然会带你遮过，看起来恁的关系不寻常。你讲这是啥物意思？我无啥物意思啦，你唔通误会。我只是真欢喜，有一个人遐尔啊关心你。唉，莫怪你离开老家拢袂寂寞，嘛莫怪你安怎拢唔肯转去磐石。你今日来，是毋是要搁劝我转去磐石？无，我讲过，我今日来是单纯要来看你。我请你去坐哦。今仔日伤晚，而且内底阁乱七八糟，我伤有灵感啦。要赶我走？你遐尔啊讨厌我？我无迄个意思。无这个意思，你明明就是这个意思。张俊华来恁兜，甲你夹走下，要不过我小弟去坐一下，都袂用的。你变了，为着要将过去放袂记，你拍死都唔转去磐石。干爹对你的关怀，你根本就无要管，连我你也无想要插是无？我无变啊，志坚。你敢知三角尺？
其实物件伊本身的长度并未改变，只是即摆的我强迫我家己爱用无共款的角度去看所有的代志。你相信我，对你，还佫有淑玲，伫我的心肝内，你永远拢是我上好上好的朋友，永远拢占上重要的位置。这是自咱熟悉到即摆，一直拢无改变的事实啊！我不爱做朋友，因为我爱。我知影我对袂着你，也不过讲，我袂放弃。志坚，你莫安尼啦，放手！我袂放。对，你甲我讲，我有机会，甲我讲啊！你莫安尼啦，志坚，放手啦！志坚，我袂放手。你莫安尼啦！我袂放弃。志坚，淑玲。淑玲，你莫误会，志坚伊无啥物好误会，我早就知影伊介意你。你看着我，乖，你看着我。你甲我讲，咱是毋是好一个啊？安尼就好啊。安尼你有啥物通烦恼？我烦恼的人不是你，我烦恼的是伊。假使伊若介意我，假使伊有重视我，今仔日来安慰我的人，应该是伊，不是你，对无？我有淡薄仔时间，好无？时间，是啊，我即马只有时间啊，也毋过得袂到回报的爱，我敢有法度一直有怨无悔等落去？进来。我想要搬出去住。想要再相逢，想要再相逢，怀念着彼段心痛的恋情。咱真心对待，不应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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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托个人讲，予你知，阮对你深深的爱，所有的阻碍，所有的阻碍，挡袂着夜夜梦甜蜜的恋情。重新再来，搁一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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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托个
上风。